47、49條梅花樁，27條高，22條低。啊，呢啲係喇嘛派北斗七星陣，你就係黃隱林啦，冇錯啦嘛。你係邊位啊？譚敏，久聞大名噃。好話啦，係嚟啦！我大哥黎仁超，好似你乜黃麒英、黃晴可，有緊要事揾你啊！喂，落唔落嚟啊？哼，行啊！喐手打人添啊！哎呀！喺平地打就啱啦！係咪？停手！我唔停得手噶，一停手冇命啊！黃師傅，請停手！佢都唔停得手噶！誒，黃師傅，多多得罪，在下黎仁超。我早就知道黎朝鳳武功犀利，要對付我黃隱林，你一個人嚟就夠有突啦，使乜揾埋寶芝林兩位黃師傅啊？誒，